咁跟住呢，就係你哋期待好耐嘅折子戲，由楊海成老師同埋花海倫為我哋演出嘅《血淺未央宮》。不過喺呢套戲演出之前呢，我想借少少時間，好多謝我哋。你知道每一個節目都牽涉好多人力物力，咁啊，我哋好多謝除咗我哋嘅拍和師傅之外呢，亦都係一眾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。咁啊，另外呢，就係好多謝贊助我哋今次演出嘅各位朋友，佢就係楊美賢、陳小寶、林傑、點心行動、華埠花店同埋林百億先生嘅。我哋非常之多謝佢哋對玲瓏妙韻嘅支持，咁啊，亦都好多謝佢哋嘅贊助。咁啊，所以除咗我哋一班勞苦功高嘅音樂師傅之外呢，咁啊，我哋台前幕後嘅所有嘅人員呢，都係非常盡心盡力，係為大家去將我哋最好嘅呈現俾大家嘅。咁啊，《血淺未央宮》嘅故事呢，就係講漢朝，咁啊，佢又打敗咗項羽之後呢，就平定天下啦。咁啊，可惜呢，就韓信功高震主。咁啊，令到咧就係劉邦咧就對佢心生忌憚。咁啊，於是咧佢就借蕭何，就假託呂后咧就約佢入去未央宮相會。咁啊，佢哋見到之後咧就係呂后究竟係用咩方法嚟到將韓信殺死嘅咧？因為韓信咧佢功高震主，所以咧就係佢開國有功。咁啊，所以咧嗰個劉邦咧就話俾佢聽話佢見天不殺，見地不殺，五金六畜同埋金屬都不能傷害佢嘅。咁究竟呂后究竟用咩辦法嚟到殺死韓信嘅呢？好啦，請大家靜心欣賞由楊海成老師為大家演出嘅韓信啦。咁啊，二度出場嘅花海倫呢，佢就係飾演呂后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我哋有兩個太監，就係譚欣欣同埋馬碧珍嘅。好，掌聲有請《血淺未央宮》。
熱赤通途，千若桃花動。夜初隔佳人有約，未央宮續前言，今亦同攀彩鳳躊隨至，春風偷渡上樓東。初歸就擇月上天蓬，笑言機虛掩神仙動。兩位公公何故關起大門啊？娘娘吩咐啊！哦。來了，楚王請坐。教坐。楚王啊，趁此未敬良辰，國家已被奏言，要你交杯共醉啊！如此說，再來謝過了。楚王歸來之在梁中，舊情復熾換代講愛笑，看你家得天下娘娘，恭賀你封高超揚，更獨
尖，榮重空親涼，笑花龍月，驚紅色翠月，花春風就錯王情謝過了。順路已密前，又甜又濃，相思苦意纏，夾受痛，今永嬌愛恩重。再來謝他在此，怎逢美酒來風景，美人比酒更濃。今夕然仲夠歡，似水溶溶。夜裏盡歡，將心內從大心，跟你飲過始終，相見合歡愉，無情夢。情人抱在懷，相抱擁，來呼，把金鐘碰。溫柔香在眉間，暖酒香濃水深。美人順走，宿英豔紅。今日恨
女有心來入那夢，把雙和慰藉在夢中。酒未醉，人自醉，是殺那相思債，心神已非相。江河公忽曲拍當雲浮，步不公。莫非是痴醉了嗎？痴醉了嗎？不好了啊！往日瓊飲天中，面不紅時心不涼。適才間，才飲個薄酒三盅，便已明心跳，夢但曲迷迷惘惘，惘惘迷迷，無力可用。哎呀喲，莫不是驟生禍變，我速速離開未央宮。娘娘，微臣就力不勝，該日再來侍奉拜廟。莫能動你令醉黑崖心動，獨爭威力重，你浪同無力再現雄風，他天馬力因賣龍。
機處浪動，馬輝得若和真實夫計人。哎呀，不好了啊！暗心不經日溺喊定啊！要力啦，發亮出龍亮亮龍亮，氣力嘅形象嘅中，咪鐵壁同牆。無來力不從心，難請不那夫。先入那用眼吻以聲遮耳生中，憂何罪啱開學有功，莫過冤屈。眼看咩信亦那天，心腹鴨中。我把你嘅消耗啊！你個南灣正人，勘探成也消為何？當日月下追言，戰意流嘅幫，送這用啊！今日敗也消何？他陰謀傳信，將我騙入未央宮。當年楚漢相爭，冇涉險，我都為王獻策天下三分為報之義恩。我未為所動厄，劉邦敗我，同三軍
計定命，收賺得到，陳倉暗一步，看馬出關中啊，飯真係勸我歸榮重，他的舌道了盡，念良公將良許眼歸到東啊。他的雪霧雖防射磨傷路中啊！你脱於滿級威舊袍啊！記否當年情根啊中啊！開國有功，封無可封，賜無可賜。今生今世，面眼一切承認，見天不殺，見地不斬，五禁六畜，不能傷害。嘆你如何將我斬殺不出菜啊！楚王啊！頭衣冠可能見天，大謀衣冠啦！未央宮樓高10
層不能見天啊！你又再來一往，可能見地？大步再看啊！未央宮虎皮蓋地，不能見地啊！你又再來一往，我家手上端的又是什麼啊？不好了啊！手上邊着足重劍鋒，服英雄眼計，我明日中。不好了！重重啊，被困壓在船中，共前身顏效飛鷹，月浪動。四面銅牆鐵壁，我無力衝風嘆窮途往，遮沒龍華天意茫茫，我總歸大夜夢
觀賞點嘅，最緊要唔停啫嘛。